換個角度睇電影，延長3倍壽命。Hello，大家好，我係少年江流。咁上一集陳可辛龍虎榜咧，終於過咗2萬 view 啦，我都係時候要找數啦。咁好多評論想我講杜琪峰導演嘅，但老實講，杜 Sir 嘅電影咧真係太多啦，好多冷門嘅我都仲未睇晒嘅。咁將來咧睇晒一定會做翻期嘅。咁今期就先講下王家衛導演啦。雖然王家衛之前出現咗嗰啲醜聞啦，佢嘅人品係受質疑嘅，但佢嘅作品呢係毋庸置疑嘅。今次嘅排名都係照住王家衛嘅長片電影，佢拍嘅短片啊、劇集啊都唔計喺其中。今次龍虎榜呢仲有啲改動嘅，就係中規中矩啊，改成見仁見智。因為排喺呢一欄嘅作品呢，一般都唔算係差嘅，真係好睇個人口味。見仁見智可能更加啱啲。咁我哋講翻王家衛啦。眾所周知，王家衛最初係編劇出身嘅，佢早年算係陳勳奇嘅御用編劇啦。陳勳奇嘅《空身大少爺》、小狐仙、我要金龜婿、岳蘭等等，所以王家衛後邊揾咗陳勳奇做配樂。王家衛寫咗唔少喜劇片、動作片等等，基本上都係你唔會聯想到出自王家衛之手嘅。嗰個年代嘅創作人係乜嘢類型都要寫嘅，所以王家衛呢唔係一開始就咁藝術嘅。咁當然啦，佢仲遇到一個非常重要嘅師傅，就係譚家明導演。譚家明教咗佢點樣剪接，點樣捉人物情緒，點樣運用色彩。咁呢啲都俾王家衛後邊全部實踐晒。後邊喺鄧光榮公司嗰度寫咗《江湖龍虎鬥》、《再見江湖》呢啲黑幫片。鄧光榮見佢寫劇本唔錯，對拍電影呢都有啲諗法，諗住不如俾佢拍套試下。呢個就係鄧光榮噩夢嘅開始。王家衛之所以喺當年能夠突圍而出，主要係當年嘅香港導演呢，基本上係模仿外國導演嘅，有人學日本導演，有人學荷里活導演，但基本上呢都係學外國嘅商業類型片，甚至有啲呢係直接抄過嚟本土化嘅。唯獨係王家衛，佢學嘅係新浪潮嘅相盧高達同埋伊力盧馬。當年嗰啲日日拍商業片嘅香港電影人，可能聽都未聽過呢兩個導演。咁王家衛都唔係單純咁模仿大師嘅，而係喺學習嘅過程中玩出自己嘅風格。咁喺當年呢，大部分人睇唔明佢拍啲咩，因為呢度始終係香港，唔係法國。香港呢度係冇培養睇文藝片嘅氛圍嘅，故事可能睇唔明，但畫面嘅質感、聲音嘅處理，你就係可以明顯 feel 到呢，同其他電影係高出幾個層次嘅。咁我哋依家正式排名，王家衛暫時冇爛片，或者可能有但擺渡人佢唔寫自己名。王家衛喺呢方面咧都係好正嘅，拍得爛導演絕對唔會加自己名。咁最差咧已經係見仁見智啊。咁喺呢一欄我揀嘅作品毫無疑問就係《藍莓之夜》。呢套戲係王家衛作品入邊影迷討論度最低嘅，連爭議性都冇，大家已經默認呢個就係王家衛啊。有一筆海外投資揾佢拍套西片，佢就將佢以前重慶森林嗰種都市愛情再拍翻個美國版嘅，又係運用鎖匙呢個道具，鳳梨罐頭換成咗藍莓派，廚師沙律換成咗咖啡。但我講下點解佢做唔到重慶森林嘅感覺，因為重慶森林啊，除咗愛情，有好強嘅地域風情。佢呢個古仔係建立喺香港呢個環境下先至成立嘅，嗰種曖昧且孤獨嘅情緒都係喺香港先至成立嘅。而藍莓之夜佢明顯係唔屬美國嘅，文化唔同，你去照搬過嚟就會水土不服。呢套戲都有王家衛慣有嘅主題就係出走同埋回歸。旭仔、歐陽鋒、黎耀輝、阿飛，每個角色佢哋出走背後嘅動機都係同角色人物息息相關嘅。而藍莓之夜嘅女主角就太淺薄啦，最後就為咗表達出走係為咗回歸，最長嘅路係嗰條街。而且女主角嘅演技呢，算係王家衛作品入邊最差嘅，即係如果換成王菲嚟做呢，可能效果都會好好多。綜合嚟講呢，就係王家衛導演作品最差嘅。咁下一套同樣係擺喺見仁見智嗰度嘅，就係王家衛嘅2046。咁其實相比藍莓之夜呢，呢一套要好太多啦。舊時代三部曲嘅最後一套三層敘事，分別代表過去、現在、未來，都係有最強烈嘅政治表達。簡單嚟講，就係周慕雲放唔低蘇麗珍，蘇麗珍代表嘅就係過去。如果要對應，就係97之前嘅香港，但蘇麗珍已經成為過去啦，咁點算呢？就只好遊戲人間，同一個又一個女仔玩曖昧，成為咗第一套嘅阿飛旭仔啦，冇腳嘅雀仔嘛，都係馬照跑，舞照跳嘅香港人。然後佢對未來所有嘅迷惘同埋期望都擺喺佢嘅小說2046入邊。
呢個係未來小說入邊呢，木村一直得不到機械人嘅回應。機械人嘅表層代表現實中嘅正文，新層係代表過去嘅蘇麗珍。其實就係哪怕你親口同蘇麗珍講出口，蘇麗珍都冇可能再同你走啦。亦即係話佢所懷念嘅97前嘅香港，無論50年後變成點，嗰個香港肯定係翻唔到嚟嘅。如果你只係睇呢套戲嘅表達係唔錯嘅，但你如果擺喺王家衛嘅作品體系，基本上所有嘢都係炒冷飯嘅。除咗佢加咗啲科幻元素，其他嘅你都可以喺佢之前嘅作品睇到嘅。而且佢拍得太耐啦，好多角色係莫名其妙出現，再莫名其妙消失。劉嘉玲同埋鞏俐嗰兩個角色就係呢種啊，呢啲角色都係俾阿王家衛拎嚟做佢主題表達嘅工具人。我就 feel 到呢，王家衛係好急切想話俾佢嘅觀眾知，咁多年嚟我嘅作品一直都有做政治表達嘅，為咗俾你哋睇得明，今次我專登拍咗套2046俾你睇。依家你哋明啦，我唔只係拍個人情感嘅導演，我嘅作品都有政治性嘅。結果呢套2046係王家衛最難明嘅戲。跟住落嚟就係佳作呢個範疇啦。首先我先排一代宗師喺個尾度啦，呢度包括一代宗師公映版同埋 3D 版，柏林版同美版呢我仲未睇過，所以就只計呢兩個版本啦。公映版更強調一代武林人嘅故事，當然啦，公義嘅戲份呢都比較多嘅，所以俾人笑話係公義傳。而 3D 版呢就更加以葉問為中心嘅，而且加咗一線天同葉問嘅對決，以及趙本山一段講人生嘅戲。反正兩個版本呢我都中意嘅，個人更加中意原版啦，更加符合王家衛原本想表達嘅一代武林嘅逝去。咁呢套戲無論邊個版本，我都覺得係一套半成品，因為呢個故仔就根本冇可能2個鐘頭可以講晒嘅，所以呢個都係點解我排咁後嘅原因。但同時呢，呢套戲有一個好難得嘅位，就係王家衛拍翻類型片啊！大家真係唔好俾入邊嘅文藝對白所迷惑到啊！一代宗師就係一套類型片，佢嘅人物衝突、復仇主線，包括動作場面嘅設計，呢啲都係典型嘅類型片設計。王家衛當初編劇時就係寫類型片嘅，處女作《旺角卡門》都係黑幫類型片。佢後邊拍咗咁多經典嘅文藝片，佢最後一套長片電影拍翻類型片啊！出走半生，歸來還是類型片，所以唔好話王家衛有幾咁藝術，有幾咁高深啊！其實佢係好俗噶，佢都好商業噶。一代宗師作為類型片係做得好足噶，你就拎動作戲嚟做對比，葉問嘅動作戲講究快、高速連擊，就係俾觀眾睇得爽；而一代宗師係快慢來回切換，而且人物嘅打戲同角色嘅性格係融合嘅，尤其係葉問同公義嘅打戲，將打戲拍成咗調情。呢個就係王家衛呢類導演嘅優勢，就係佢可以將類型片嘅類型元素拍得好高級。葉問系列係打得好爽，但就係永遠拍唔出一代宗師嘅嗰種美感。我係希望王家衛可以嘗試多啲拍類型片，一個有審美、有風格嘅導演去拍類型片係不得了嘅，呢個可以參考沙丘啦。咁下一套自然就係王家衛嘅處女作《旺角卡門》。大家有冇諗過，王家衛所有作品入邊，大眾接納程度最高、最多討論度，甚至變成流行文化嘅，只有《旺角卡門》一套。《旺角卡門》其實係有王家衛後期嘅風格嘅，就係劉德華同張曼玉嗰條愛情線，兩個人喺電話亭度熱吻，以及碼頭離別。仲有嗰個杯嘅設計都好有後來鳳梨罐頭嘅味，但呢套戲呢，依家俾大家反覆重溫或者大家反覆討論嘅都唔係嗰啲王家衛風格，而係烏蠅哥呢條線。烏蠅係最唔王家衛嘅一個角色，但又係王家衛設計得最貼地嘅角色。類似烏蠅咁嘅角色呢，後來王家衛都有創作過，就係一代宗師嘅馬山。王家衛係冇可能再創作烏蠅噶啦，因為呢個人物太俗噶啦，俗到可以改變成套戲嘅風格。你再文藝嘅片，烏蠅哥一出到嚟就好難文藝。烏蠅哥點解咁成功呢？因為佢呢個角色擺喺當年完全係一個反英雄嘅黑幫悲劇人物。佢喺電影入邊就係不斷咁陀衰佢大佬，都陀衰佢條靚，就係一個咁乞人憎嘅角色。因為佢想做一次英雄，令到呢個人物升華咗，再加埋張學友嘅神發揮，呢個角色注定會名留影史嘅。因為真實嘅黑幫係冇 Mark 哥，只有一個又一個想做 Mark 哥嘅烏蠅。呢套戲對王家衛
衛最大嘅意義就係俾佢發現咗張曼玉，以及騙取咗鄧光榮嘅信任。我哋講下下一套《東邪西毒》，呢個係王家衛非常有野心嘅作品，買咗金庸嘅版權，喺沙漠中咧拍咗幾年，請咗咁多大卡士陪佢喺沙漠度癲，但最後無論係票房定係金像獎都唔係太順利。我個人係好中意呢套戲嘅，首先佢擺明係反武俠嘅，當年嘅武俠片講江湖正邪對立，講國家大義，講俠義精神，而《東邪西毒》呢套戲所有嘅江湖兒女就唔講呢啲啦。只講兒女私情，喺武俠世界，兒女私情一般都要拋埋去一邊嘅。但唔係話王家衛買咗版權就開始亂咁作啦。雖然係射雕嘅前傳，但入邊嘅人物設定呢都算係貼合原著嘅。歐陽鋒同阿嫂有演，生咗阿歐陽克。喺呢套戲入邊，歐陽鋒同阿嫂嘅感情可以講係成個故事嘅核心啊。洪七公因為貪食斷咗一隻手指，呢度呢，洪七咪就係為咗楊采妮嘅雞蛋而斷咗一指，咁呢個都解釋得通嘅。仲有黃藥師，後來點解喺桃花島？因為佢中意桃花，桃花係劉嘉玲，同時都係張曼玉，一邊仲有獨孤求敗嘅起源。你絕對唔能夠講王家衛係冇讀過金庸嘅，相反，佢就係因為讀得太精啊，佢先知點樣拎嚟為自己風格所用。東邪西毒係喺阿飛正傳之後嘅，王家衛係有明顯嘅突破嘅。例如話敘事嘅突破，佢之前嘅作品都係常規嘅線性敘事，而喺東邪西毒度呢，係採用咗環形敘事，而且今次嘅主角唔再係故事嘅驅動者，而係旁觀者，睇住一個又一個人嘅古仔，到最後發現每個人嘅古仔，歐陽鋒都可以睇到自己，去到 ending 結局就係開頭，完美閉環啊！而場景選擇喺沙漠咧都有意思嘅，沙漠就係一個不斷咁循環嘅地方，無論幾多風沙吹過，但一切依然冇變。唯一真正變咗嘅只有洪七，佢係選擇繼續向前行，帶住老婆一齊去睇下山後邊究竟係乜嘢，而其他人無一例外都被困喺各自嘅沙漠入邊。咁呢套戲呢，有個終極版嘅，個人都更加推介呢個終極版，畫面更加精緻啊，都有王祖賢嘅一個鏡頭。咁點解呢套唔可以擺喺經典嗰一欄呢？因為東邪西毒啊，唯一嘅不完美就係動作戲太多啦。冇錯，動作戲太多啦，同一代宗師嗰種原本就想拍類型片嘅方向唔同。東邪西毒無論係故事定係風格同埋主題都係鹹文藝片嘅，所以根本唔應該加咁多動作戲，因為呢啲動作戲就係類型元素同電影嘅風格係唔夾㗎，擺明就係呃投資人。呢套係套動作片，咁你當年加我可以理解，但係多年後嘅終極版你仲保留呢啲動作戲呢，我就唔太理解啊。你既然要反武俠，你要拍兒女私情，咁你就反得徹底啲。動作戲就係武俠片嘅招牌元素，你唔加呢個招牌元素入嚟，呢個更加能夠達到你想要嘅效果。所以呢個係呢套戲我個人覺得遺憾嘅位。咁呢個都係我個人我個人咁睇啫，我並唔重要。OK。跟住落嚟到下一欄終於到經典啦，相信大家都知係邊啲戲啦。先講第一套《墮落天使》。《墮落天使》呢套戲呢，我覺得係被低估嘅。呢套戲被稱為係重慶森林嘅姊妹篇，重慶森林係日，墮落天使係夜。咁點解呢套冇俾我有王家衛重複自己嘅感覺呢？一嚟係鏡頭語言嘅變化，重慶森林係玩手持鏡頭嘅，墮落天使係玩廣角鏡頭嘅。喺杜可風嘅鏡頭下，人物塊面係被拉伸嘅，嗰種人物同環境都被扭曲嘅畫面，人物同環境係有強烈嘅疏離感嘅。咁呢種孤獨感呢係更加極致嘅。另外一個變化就係對孤獨嘅表達都更加殘酷啦。黎明飾演嘅殺手，佢嘅選擇係同世界保持距離，佢疏離李嘉欣同莫文蔚只係露水情緣。佢自己選擇孤獨，最終當佢想停低落嚟嗰陣時，結果走向咗滅亡。而金城武飾演嘅啞仔完全相反，佢更多係試圖擁抱呢個世界，追尋自己嘅真愛。就係我本來孤獨，我會用盡一切辦法嚟緩解我嘅孤獨，我願意揾個人嚟告別孤獨。楊采妮係一個失戀嘅癲婆，我就陪佢一齊癲，同佢一齊。結果到最後，楊采妮康復咗，阿武一心想同楊采妮產生連結，到最後仲係俾遺忘啊！
另外一個更殘酷嘅係李嘉欣飾演嘅殺手經紀，佢中意殺手，但只有幫佢執垃圾，對住黎明用過嘅垃圾嚟建立親密感。佢有一段情慾戲，成個過程都喺度拍緊佢嘅孤獨，連高潮都係心碎嘅，而佢最終就係得唔到嘅，不如就毀咗佢。冇一個角色喺佢哋感情下獲得善終嘅，只有最後金城武同李嘉欣有段開放式嘅 ending，呢個都只係一段萍水相逢嘅溫暖，一種經歷過一連串絕望後嘅一絲安慰。而呢套電影都係少有地王家衛拍親情關係，金城武嘅父子情係電影中少有嘅溫馨畫面。最終阿爸都係離世，但人孤獨嘅本質係唔會變嘅。下一套我揀《阿飛正傳》，呢套電影嘅意義性太大啦。首先就係發掘咗張國榮嘅另外一面，令到張國榮嘅表演有飛躍嘅變化，都令到張國榮從此之後學識如何將自己嘅美貌化為表演嘅一部分啊！而且唔係劉華嗰種單純咁懶有型，而係用英俊嘅面孔去展現呢個角色嘅銀幕魅力，以及運用自己嘅肢體表演去塑造角色。所以後邊先有程蝶衣嘅風華絕代，另外一個就係樹立咗王家衛嘅個人風格。其實後邊嘅作品啊，大多數都離唔開旭仔嘅影子，佢哋都係冇腳嘅雀仔喺度飛，大家都冇停留落嚟。延伸到如今嘅繁花，寶總依然仲係冇腳雀仔，而且電影入邊呢啲愛情中沉淪嘅男女，每一對組合你都能夠喺後邊大多數愛情片睇到嘅。王家衛將男女關係詮釋得最全面嘅都係呢套，同時都係建立咗王家衛嘅美學風格。感覺啊，王家衛所有想嘗試嘅都喺呢一套試勻晒啊！玩色彩，呢度主打嘅色調就係暗綠色，呢度嘅窗簾、牆紙、店鋪裝飾都係布滿綠色嘅，其實就係為咗突出旭仔見三毛時嘅樹林係充滿潮濕壓抑嘅綠色，代表住孤獨、迷失、沉淪。同時佢拍咗大量嘅人物特寫，鏡頭與人物靠得非常近，強調人物嘅情緒。而喺呢度咧都有佢後來偷窺式鏡頭，鏡頭經常前景被遮擋住，將人物困喺其中，然後就係大量旭仔嘅跟拍鏡頭，你會經常見到啊鏡頭只拍旭仔嘅背影，呢個人物經常背對住觀眾啊，更加能夠體現佢嗰種孤獨感。呢啲喺當時嘅港產片，你係好少見到導演係咁樣度鏡頭嘅。再加埋冇腳雀仔背後嘅尋根之路，其實就係香港人迷惘嘅身份認同。所以嗰一年拎金像獎絕對係實至名歸嘅。順便講下，最後梁朝偉嘅登場就類似係 Marvel 電影嘅彩蛋，系列下一套嘅主角登場，因為係舊時代三部曲嘅第一套，我哋可以合理解讀呢個人就係後來嘅周慕雲。下一套係春光乍泄，呢套戲呢係王家衛正式邁入國際化嘅一套。首先可以睇得出呢套戲係完全去類型化嘅。阿飛正傳、東邪西毒都有一啲槍戰或者動作戲，我哋都知佢係拍俾老細睇嘅，或者擺喺預告片呃班觀眾入場。但呢一套呢係完全捨棄咗類型元素，而且王家衛啊今次唔拍群戲啦。以前電影都有一紮大卡士，呢一套就只講兩個人嘅情感關係，甚至連佢嘅電影語言都克制啦，唔再炫技啦。然後第一次全程喺異國，因為香港到阿根廷啊係最遙遠嘅距離，正係因為呢個異國，兩個人本應該更加珍惜彼此嘅，但最終就分開咗，都呼應咗最遙遠嘅距離。仲有就係即興創作，大量嘅生活戲俾演員純粹自由發揮，咁當然啦，都俾王家衛呢個片場暴君完全展現晒出嚟。佢就將演員喺異國逼到去一個極端，先令到兩個演員各自發揮出角色嘅狀態。黎耀輝永遠表情都帶住疲態嘅，而何寶榮永遠都係張揚嘅。同黎耀輝嘅相處都係帶住依戀同玩味嘅。仲有就係最明顯嘅黑白同彩色嘅轉換，呢個係黎耀輝內心狀態嘅變化。觀眾係可以透過色調嘅變化感受到人物嘅內心嘅。再加埋呢套戲嘅政治表達都好明確。1997年係非常歷史性嘅一年，黎耀輝同何寶榮逃離香港，到咗最遙遠嘅阿根廷。咁呢個逃離是否就代表擁有新嘅幸福呢？結局同樣係悲劇收場。
而最終結尾，黎耀輝係到咗台灣揾阿小張嘅，佢依然仲喺度漂流，正係因為同志嘅身份喺香港同性係唔合法嘅，所以黎耀輝注定係無根嘅。呢個都隱喻咗97時香港人嘅集體焦慮，所以我到依家都仲係堅持認為呢個故事必須要建立喺同性關係先能夠成立嘅。順便講下，有套紀錄片叫《薛氏領導春光再現》，入邊有好多春光乍泄嘅刪減片段，其中有一 part 就係黎耀輝同何寶榮互換個名，當叫對方名嗰陣時咧，叫嘅係自己，咁樣就可以永遠記住對方啦。呢條橋係咪好熟呢？冇錯，就係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嘅橋段。王家衛唔要嘅橋，俾人哋拎嚟一拍，都可以成為同性題材嘅經典。下一套《花樣年華》，咁呢套咧真係冇乜好講嘅，就係王家衛最高成就。我之前都出過2條片嚟講啦，呢個就係王家衛美學嘅巔峰，電影語言玩到爐火純青最有大師風範嘅一套。佢捨棄咗自己最擅長嘅人物獨白，然後就拍人物嘅情緒，其實就係用情緒嚟講故事。佢就揀咗一個最簡單嘅故仔，最戲劇性嘅，例如話2個主角嘅伴侶偷情，呢啲全部都冇拍，就將視角只圍住2個人。雖然《花樣年華》嘅情感係帶有東方社會嘅含蓄，但2個人嘅感情糾葛，呢個係全世界嘅觀眾都能夠睇得明嘅。而佢嘅電影語言都喺度拍緊情緒，呢種情緒嘅渲染係世界性嘅，哪怕唔明中文對白都能夠感受到嘅。而且呢個故事都係非常完整嘅，冇之前電影嘅碎片式嘅敘事，就係用最傳統嘅敘事，單純用電影語言嚟打動觀眾。該簡潔嘅位都簡潔處理，該豐富嘅位就豐富到極致。所以到今時今日喺世界影壇，花樣年華能夠有咁高嘅地位，所以對呢套戲嘅讚美支持我已經冇乜好講噶啦，只能夠講王家衛靠呢套戲已經可以喺世界電影史留名噶啦。你要知有好多我哋覺得唔錯嘅導演，佢哋喺世界電影史連個名都冇機會留低，全香港只有王家衛。再過20年甚至50年，所有電影學院嘅學生仲係要研究佢呢套戲嘅。咁最後一套，相信大家都知啦，可能唔係王家衛最好嘅電影，但呢個就係我個人嘅私心，《重慶森林》。點解我將佢排第一呢？因為我認為呢套戲係王家衛俾電影之神眷顧咗啦，突然間就俾咗佢源源不斷嘅靈感，俾佢喺咁短嘅時間拍出咁有靈氣嘅作品。我甚至懷疑佢後期叫啲演員好似 AI 問答咁反覆演同一場戲，試到佢滿意為止，就係因為佢再都拍唔出重慶森林時嘅靈光一現，佢先不斷咁試，佢都唔知邊個係好嘅，試得多佢先可以揾到感覺。講翻呢套戲，我個人真係太中意啦，少有地輕盈感，而且睇完會有一種奇妙嘅幸福感。其實仲係佢一如既往嘅主題，就係講人嘅孤獨，只係今次係失戀後嘅孤獨。但點解就係咁特別呢？因為佢拍出咗香港嘅嗰種城市感，嗰種人物同城市疏離嘅孤獨，以及喺呢種充滿孤獨嘅都市下，嗰種帶有病態嘅男女。每一個角色都好怪，但佢哋都怪得好可愛。金城武失戀不斷咁收集過期罐頭，用跑步嚟消耗體內嘅水分。林青霞一個神秘女人，一同重慶大廈嘅外籍人士來往，永遠戴住黑超同埋墨鏡。佢同金城武2個人都係失戀。佢哋一個選擇向外釋放，一個選擇隱藏內心，一個係不斷咁跑步，一個係行咗好多路想停低落嚟。我哋當然知呢2個人完全唔夾㗎啦，但最後嗰句生日快樂出嚟嗰陣時就係會感動。包括另一組男女，梁朝偉失戀之後同屋企嘅家私生活用品對話，而王菲呢中意一個人係偷偷地潛入梁朝偉屋企幫佢打掃衛生。2個人都係病態，但王家衛拍得輕盈且喜劇性十足。由加州夢到夢中人，2首歌都係圍繞住夢，最終2個人嘅身份轉變，一個成為咗佢前度嘅職業空姐，亦都完成咗自己想飛加州嘅夢想；另外一個係選擇留低頂咗呢間鋪，成為咗另外一個佢。最終手劃嘅機票俾大家一個充滿浪漫嘅開放式結尾，整體都太好啦。呢套戲可能唔係大師手筆，但就係一套屬於我會反覆咁睇嘅嗰類電影，因為一切都太舒服啦。所以我心中永遠嘅第一都係重慶森林。咁好啦，王家衛嘅作品呢已經排完啦。我覺得王家衛可能係最容易模仿嘅大師，大家只要去上網 search， 有大量模仿王家衛風格嘅影片，好多都模仿得好似黑幕文字、運動鏡頭抽格、慢鏡、廣角鏡頭，再加上人物文青式嘅
獨白其實已經接近80%噶啦，剩低個2成先至係王家衛最無可代替嘅地方，就係王家衛構建嘅世界觀，佢鏡頭下人物嘅情緒，佢營造嘅獨特孤獨感，佢用畫面去描繪時間，以及佢背後嘅政治隱喻，呢啲都係只有佢先能夠拍出嚟嘅。所以仲係嗰句說話，無論王家衛如今佢嘅人品有幾咁惡劣，佢嘅才華都仲係萬中無一嘅，呢個真係冇辦法否定嘅。咁今期就到呢度，呢個系列呢，我個人都想繼續做落去嘅。至於杜琪峰真係需要啲時間，到時一定會出嘅。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 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熱愛電影嘅朋友。你嘅支持係我繼續努力嘅動力。我哋下期再見，拜拜。